第4章，伫岛上的头几礼拜，困醒的时，天已经大光，天气清朗，风雨已经过，海面已经无像早前遐涌，嘛无遐夯。毋过，互我上着惊的是，迄只丽沙的大船，伫暗时因为海中浮离沙地，已经飘到江尾外。我伫头前讲过，我去互海涌杀去弄着，弄甲乌青的迄块石头，遐离我搭遮的海岸差不多1迈。迄船看是停停徛伫遐。我希望我会当为船顶摕我日常需要的用品。当为过暝的树顶落来的时，我搁看4颗链长，发现迄只小艇已经互风浪冲上陆地，离我这边约2迈。我沿海岸行向小艇，发现伫小艇和我的中间隔一条弯钩，有半迈遐宽。所以我先倒转来，因为我搁较想要爬上大船。我希望伫大船顶会当找到一寡眼前生活所需要的物件。过昼了后，海面平静，海水退真远。我会当行到离大船较无看头迈遐仔。行到遮，我搁举起一阵心酸，因为我发现当初阮若莫搭小艇留伫大船顶，阮就安全。也就是即阵阮就拢安全上岸。我嘛免去参加像即阵安尼孤单一人，无伴无安慰。我忍不住目屎高高流。毋过安尼嘛无啥路用，我就决心，若会当，就先上船看觅。自安尼，因为天气极热，我就脱衫跳落水。毋过当我游到船边，煞无法度爬上船，因为船靠搭离水面真悬。我伸手无任何物件通换，也是掠。我细船收2链，伫第2摆的时，发现一条细细的索仔。我好悬是安怎第1摆我无发现？迄条索仔为船头挂落来，索仔尾随到尾我进水面。经过一群的车柄，我才刹着索仔，掠迄顺势爬上船头前舱。我发现船的即位已经破旧。舱内坐水，船吊伫一片定山，嘛会使讲是土顶面。船尾翘悬，船头强尾浸着水，也就是讲伊的后半截无入水，伫遐的物件拢焦焦。你当然嘛想会到，我上要紧的工课就是找看啥货已经损害，啥货要好好。头先我发现船顶的粮食拢焦焦。无目着水，即时我当然足想买食物件，就走去放胖的房间，甲落地仔递碗饼，才搁哪食哪做其他的代志，安尼较袂了时间。我搁伫大床里发现一寡润酒，就加啉一大瓯。眼前的我真需要这，通好提神。到遮，我无搁需要啥，干搭欠一只小艇。通好搬运我需要的物件，干搭坐着空箱是得袂着，我着家己动手。船顶有几若支备用芳骨，2-3块插棒，搁有1-2支加价的顶围拐。我决定顾遮的来开始，我尽量甲某会当的撇落去，伫撇进前拢先绑索仔，免得互海水流去。安尼了后，我就落到船边。甲烟抽仔，甲4支绑做伙，双头绑安安，若像牌仔安尼。伫因顶面，搁摊怀甲绑2-3块棒。我伫顶面行，感觉会使得。毋过，这无法度再动物，因为叉机伤了小，所以我搁动手，甲一支备用的围拐器做3节，甲倒去立牌仔顶。做遮个，费尽我的气力。大超过平常时，这拢是因为我希望会当紧搬需要的物件上岸。